是道地的客家庄。古家的小孙子古二赖在表姐身边，流利的客语对话，很难想象他曾因为母语对上学产生畏惧。同学一开始讲国语，你听不懂啊？他听不懂，然后是不是？他讲什么同学也听不懂。他回来第二天他就说他不要去学校。从出生听的说的都是客家话，因为祖母贯彻客语家庭教育，年幼的古二找回对母语的自信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你觉得会讲客家话好不好？要讲哈，你要讲嘛啦，我讲。祖孙俩感情深厚，一同玩耍，一同说着客家话，连家中的狗玩伴也是客语教育的一份子。你们家狗狗也要会听客家话？会啊，对不对？国外你也跟他讲客家话吗？系啊，系啊。他是你的朋友。朋友客家话怎么说？朋友。面对外来客人，古二直觉地说着国语，但一放松，客家话就脱口而出，落实了祖母的心愿，要把客家母语印在孩子心底。想学客家话吗？想学客家话吗？这是海陆腔。那西安讲上学客家话么？上去学客家话么？上学客家话么？上学客家话么？